今天的香港传真带您锁定香港普选的话题。香港泛民主派议员在星期三提出尽快普选的动议，批评中共集权本质，动用各种手段打压和拖延香港实践民主普选，呼吁港人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和平理性争取民主。 动议由公民党湯家華議員提出，而多位議員也批評中共集權本質，以不同手法拖延政改和民主化的進程，令港人非常反感。我哋見到嘅好多喺內地發生嘅事係完全違反同埋否定香港人一貫認同嘅核心價值。對一個咁樣嘅政府，由佢嚟去決定我哋有冇 普選，你叫香港人點信得過呢？所以我哋繼續要容忍呢個貧富懸殊嘅存在，容忍呢個地產霸權繼續肆虐，容忍呢個官商勾結嘅情況呢，係令到好多小市民呢係生活喺水深火熱。議員指港人的憤怒已經接近臨界點，呼籲港人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民主普選，包括近期學者提出的包圍中環和政府部門等較激烈的方式。因為近來連串嘅政治檢控同埋判決，反映出港共亂港已經進入一個大清算嘅瘋狂階段。呢個亦都係最好嘅時代，因為覺醒嘅人增加。所以如果北京同埋特區當局係要逼到市民行呢個位嘅， 我係相信有好多市民，未必係全部啊，主席，但有好多市民覺得，咪放馬過嚟啦。議案在建制派的反對下遭到否決。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